要杀我是吧？你问他让不让你杀？别分神，顶着他脑袋。林丹，你给我听好了，见我正用枪顶着武阳的脑袋，你赶紧放了月月，否则你就再也见不到武阳了。江月成，放我们一条生路。你赶紧放了月月，杀了江月月自己走，你试试看。江月成，我告诉你，我会杀了月月，但是我不会跑，你等着。给林丹打电话，让他立刻放了月月。我不打，杀我呀！杀我呀！我杀了你，你个混蛋！刘四，冷静，来，把枪给我。别过来！你女儿还在他手里，不会相信你的，不会相信你的。刘老师，杀匪毒是我们警察的事情。来，把枪给我。我告诉你，别过来！知道他是怎么折磨校长的吗？你知道他是怎么折磨我和孩子的吗？我知道，我们不尽力营救吗？现在人质都没有事情了，不要拿我女儿的命去赌。你闭嘴！他是个警察吗？他们在威胁你，他们在威胁你，你知道吗？我都不怕，你怕什么？可刘老师，那是我女儿，我女儿呀！他们需要你的时候，你又在哪？江月成，我一直以为我应该死在你手里。啊！你他妈给我闭嘴！就你这种人渣也配！我告诉你，今天所有的事情都因为你而起。刘老师，你杀吧，没问题。我来做你这个正当防卫的证人，杀了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。江月成，我跟你一命抵一命！你要再杀了我男人，你给我上云找出回去！我有这样的女人，我值了。刘丽，动手啊！杀我呀！看着！他妈给我闭嘴！刘老师，你现在不要当我是一个警察，你就当我是一个普通的父亲。你能明白我心里的感受？我求求你，刘老师，我求求你，来。你给林丹打电话，告诉他，我帮你什么，你也没得选。
要干嘛？放心，我答应了保证他安全。知道的太多了，必须让他多睡会儿。我不想再节外生枝了，这事儿必须马上结束。怎么了？快打电话！怎么了？你慢慢说，别着急。告诉我号码，给他们发信息。到底出什么事了？杨旭，黄飞义投降，认罪态度良好。各分组已经严阵待命。我们现在跟人质一起出来了，人质被注射了过量的镇静剂，有嗜睡反应，出来以后让后组赶紧医治。你负责现场勘查，我亲自押送武阳。我马上安排。老姜，辛苦了。有什么辛苦不辛苦的？我是个买卖人。怎么了？老姜从来不会跟我说他是个买卖人，这个称呼他只对谈判对象说。走吧。你们俩前面开道，你们俩跟我上车，负责押送。是。杨队，刘思涵发来短信，短信的内容是：武阳记录有一串数字 C66588，跟救护车的车牌号一样，是个女的开车。她来过现场，来的时候身边还有个女孩子。抓住武阳，快抢了张叶成的女儿！快，让张叶成提价！老姜，于婷让你回指挥部述职，我来负责押送。这不合程序，我必须押送到位才行。于婷说了，特殊情况特殊处理。现在没什么特殊情况，我押送到位，第一时间赶回来。我再说一遍，我来替换你。他妈做好你的事情，别管我。老姜，我命令你马上下车。
这是江卫成的女儿，你们是不是想让她一块陪葬啊？陈队，有汽油，不要开枪！别动！再动我就点火了！别动，别动，叶，千万别动！爸爸在呢，没事儿啊！别动！站住！杨旭，放我走。月月是你亲手救的，你忍心看她死在你面前吗？江一成，你别忘了你是个警察。杨旭，我现在就剩这么一女儿了，放我走吧！我求求你，放我走吧！抓住乌鸦，让我看到你们抓住乌鸦！防卫挟持人质已逃跑。乌鸦，江一成，你答应过帮我逃出去的。我答应过我会帮你。月月，你爸都是为了你。我的机票订好了吗？不，我要这趟，我要明天一早最早那一班。好。我们俩铤而走险，图的就是一个未来。如果这次我们能够获得自由，我们俩这辈子天天为你烧香祈福。前面500米有条小路，拐进去，能开多快开多快。小路一直通了一仓库，直接撞进去。仓库不会有部署吧？想要自由，听我的。前面2里沟，警方肯定设卡，就算你强行冲过去，也会被锁定路线。我现在要你掉头返回，沿青岭山观光线绕过2里沟。那是步行线，咱们这是救护车。快点睡。02年的土地人案，老姜用自己换下了人质，设置路线圈套，让我们最终抓住了逃犯。跟我们打的就是这个配合，他先帮助逃犯甩掉我们的追捕，再绕过2里沟，我们布的卡，这样他就获得了逃犯的信任，然后再诱使逃犯去边境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会经过驯马口、芳草地，在我们与他无法取得通讯联系的情况下，他用行进路线，让我们最终确定了逃犯的偷渡点，就是这个臭名昭著的江西码头。你是说江约成在故伎重演？对，你跟坏人投降，我看不起你。在现场的时候，你亲口对我说你会胜利的。那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枪顶着你啊。月月，别说了，你爸是在保你的命。他不是我爸，也不是警察，他谁也保护不了。从我妈到我，还有他自己，他谁都保护不了。
爸爸不是一直都在努力吗？我要找我妈妈。现在哪也去不了。别在这演戏了，我不是这套。没心情跟你演戏。你看，现在救护车是沿着青岭山观光线在走，他会用路线向我们证实，最终的目的地是不是江西码头。我现在关心的是月月的安全。当年江约成是唯一的人质，可今天不一样，他的身边还有月月。围捕的时候，我们会尽量小心。尽量。这么说，你的围堵设防根本就没有100%的把握保证月月的安全。既然老姜做出了选择，我就再没有第二种选择的可能。我会无条件配合他。对阳光集团的所有财务报表都要备份，对所有的合作单位也要建档。只要查出问题，哪怕是借口，我都会赋予你们审查宋志国私人财务情况的权利。对阳光集团的所有高层都要进行讯问，尤其是那个徐洪波，要确认他和宋志国之间的恩怨关系。一听，技术人员说，硬盘被毁不要紧，只要里面的芯片没有严重受损，数据就可以通用。杨贝，追踪到救护车正往胥马口的方向开去。胥马口是去边境的唯一通道，老姜会生闯过去。我们要配合他做好假象，既要放险，也不能让他过得太容易。你说什么我都不会原谅你。别的警察都是抓坏人、打坏人，你却总是在帮坏人。你让好多坏人没被打死，可是坏人反过来就杀了妈妈。你知道我同学怎么说吗？他说你活该，因为你帮坏人，你活该。月月，我跟你说过，我不是定他们生死的人。可是他们都该死。好了，江月月，别太过分了。你整天找死，你爸整天拦着你，因为你是条命，你知道吗？爸爸，你要是敢帮他们，我还天天找死。我去找我妈妈，我跟你在一起，我丢人。等我们走了，你要找死随便你。反正你这种小孩也没什么未来。你才没有未来！江月，你闭嘴吧！你们这些人渣有什么资格命令我？江月，你说谁是人渣呢？对，我是人渣，怎么了？你从小不愁吃不愁穿，当然不用当人渣了。可是你知不知道，有些人想好好活着都很难，我们就是想拼一个未来。行了，林丹，别跟他们废话了。等咱们出去，他们这儿的人连屁都不是。宋志国要出去了，你也狗屁都不是。套我话，我只是有些担心。林丹为你付出那么多，到了什么都得不到。不挑拨我。你本来可以用充当证人换条命的，怎么突然改主意了？因为我突然想明白了，他没事，我活得更好。我提醒你，你只有充当证人，你才值钱。接下来怎么走？当然是过胥马口。我不走江西码头，我走连州出境。走连州你要连闯4个关口，走胥马口多好，长长的边境线，选择余地很多。胥马口是林彬出境唯一的通道，你们肯定重兵把守。你那么值钱，每个关口都会有这种待遇。你有鬼吧？我就是鬼，我也帮不了你，连闯4个关口。你要是敢跟我玩花样，月月死定了。闯不过去，大家都得死。胥马口怎么走？
打120，报口外有急救。好主意。你要干嘛？增进一下咱们的信任度。别动。手术啊很成功，内脏的破损呢也都缝得很到位，脊柱骨折呀我们已经做了妥善的处理，病人现在没有什么生命危险，但是需要一定时间的恢复。张校长没事了，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他现在需要休息，别吵到他了啊。前面有一3岔路口，选左边那个路口。那不是离边境越来越远了吗？所以警察才不会追过来。如果你拐得快，没被他们发现的话，雇佣武阳，我雇佣他干什么？是有人猜测，因为你们是发小，你会让他做一些你不太方便交给别人做的事儿。既然是有人反映嘛，我们就要查，就要了解，这是义务。你们又是这种关系，为什么你没说起过？谁说我跟武阳是发小？小学一个班级嘛。我还真不记得了。他是小学5年级插班的，你们关系很好的嘛。陆局长，你们怀疑我什么呢？怀疑我指使武阳绑架我自己的学生，勒索我自己的赎金，还是怀疑我指使武阳去抢劫银行？他能抢多少，我又能分多少呢？在银行里，有一个叫徐洪波的，被他打死了。徐洪波，阳光集团前任财务总监。我知道你们在想什么了。事情到了这一步，我没什么好说的。我知道说了也没用，你们可以直接和我的律师联系。陆局长，我看这次谈话可以到此结束了。稍安勿躁啊，稍安勿躁。怎么，你们要留我吗？理由呢？好的。没事。陆局，技术中心的鉴定结果已经出来了，芯片损坏严重，已经无法读取数据了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承认啊，在反追踪方面，江警官确实比咱们有经验。爷爷，你知不知道，有些事儿可能对普通人来说很简单，但是对爸爸来说很难。爸爸是个警察，抓坏人那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我已经失去你们了，我要再没有你，我还有这个心情活在这个世上吗？你替爸想一想，一边是做警察的责任，一边是做爸爸的责任，你想我会选哪个？我选其中的一个，必定会丢失另一个。如果我选了前者，你受了伤，你会不会怪我？妈妈泉下有知，会不会怪我？看来老姜已经获得了武阳的信任。这个地点很隐蔽，接下来老姜会让武阳换车的。你们在重复当年土地仁爱一样的路线，但你别忘了，武阳之所以绑架了月月，把月月作为杀手锏，就说明他对江月成做过深入的了解，他很可能也知道当年的土地仁爱。现在可以肯定，他们换车以后，肯定会回到这个三岔口，但不是去江西码头，而是走直线到清水滩。在哪儿，美女？王飞开走了，你们5分钟后来接我。没错，他们走的是直线到清水滩。注意，5分钟之内赶到清水滩，10分钟之内完成设伏。我们该行动了。杨旭，不管怎样，首先保证人质的安全。如果发现情况危机，我会先击毙武阳。张元成，前面清水滩警察不会设卡吧？会，但是以我们的车速，他们设卡来不及。也就是说，虽然绕了一大圈，可前面是阳关道。是阳关道。刘伟 ，A 组已经在清水滩设伏，我们从溧阳高速插过去，能在武阳之前赶到。临时指挥部在我们出发后撤离，现场勘察工作结束以后，勘察组立刻归队。完毕。杨旭，事情结束之后，告诉我他们的情况。宋先生千万不要误会，我们是不带有任何个人的色彩。我非常的理解你们的工作，其实我也很坦率。如果真的有什么问题，你们可以联系我的律师。啊，明白。那么你看看明天的行程，对不起啊，你能不能？明天是我一个特别重要的会晤，所以，不过，警方如果能够申请到限制我出境的命令的话，我还是愿意听从安排。清水滩已设伏，请拜神收到周边待命，擒获武阳。那我告辞了。爸爸，我不怕死，我是警察的女儿。我知道。你就让他们杀了我，他们就完蛋了，他们就哪儿也去不了了。不许说这样的话。如果我死了，
爸爸也活不下去了。在医院的时候我就知道了。爸爸，我们可以一起死，一起去找妈妈，这样我们一家人就又可以在一起了。月不能死，月是爸爸的闺女，是爸爸的命根子。爸爸，你千万不要帮他们。我死的时候，你抱着我就好了。A 组汇报设伏情况。1号位开始收反，2号位可迅速做出应急反应，3号位可有效阻断逃离。杨队，如果出现危急情况，你会亲手击毙武阳吗？你想听实话吗？当然。从现在起，我再也不会抢狙击手的枪了。为什么？大夫从不给自己的亲人开刀，因为他下不了手。你给我的感觉，就好像是电影里面的英雄人物，特别特别帅。我看到你向我走过来，我忽然就觉得自己好傻。我为什么要恨你？我不该恨你的。英雄就是这样的，都是会有牺牲的。我记得你问过我，如果你没有选择我，我会不会恨你？我肯定不会恨你，也不会怪你。你一定要当英雄，只要你是英雄，我江月月就不怕死。停车！停车！参谋长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让你停车就停车！神枪手坚守原位，各突击位扇形包行。杨队，我答应过你，第一时间告诉你，武阳破局了。停车！停车！参谋长，你要干什么？我让你停车就停车！你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，清水潭早就埋伏好了，你不能去。江月成都这时候能不管怀啊？江月成，你别动。在我鞋里，你自己拿。跟踪器从我进厂房接受投降那一刻，就一直在我身上。我所有的动作，我们所有的行程，全在远程监控之内。去马口那是故意放我的，这车也是故意送我的。我告诉你，现在清水滩至少有20名特警，3名神枪手，个个训练有素。那你应该高兴，干嘛告诉我？因为这次任务是活捉，别炸了！我没时间炸。活捉就意味着不到万不得已不能开枪，也意味着有很多危急情况可能。说实话，我一开始我想拿我的女儿来赌，我想赌她存活的概率。但是现在我清楚，我赢不了，因为没有人可以快得过林宝奇的手指。
相信你，我没有骗你，我句句是实话，你不信也得信。你想当英雄父亲是吧？我成全你，吴阳，你别冲动啊！我求你了。我什么都做出来，你应该知道的，对不对啊？啊？我都在帮你，你现在一直都在警方的视线里，来得及的话，赶快掉头。清水滩那儿已经设伏了，我可不想看到你被警方活捉。你是个好父亲，不过你女儿一辈子以你为耻。杨队，我想起你对我说过的一句话：作为一名警察，随时都有可能面对两难的境界，这种结果会令人失望。但如果换作是我，也会无条件尊重战友的选择。说对。翻过这山，你就出境了。边防2小时巡逻一次，我希望你遵守诺言。放心吧，到了那边，我一定找人安安全全把月月送回来。开始有点舍不得这儿，我也没想到，这么一个臭气熏天的鬼地方，居然埋藏着最后一线希望。你真的确定吴阳他还会回来吗？他现在什么都没了，你说呢？可林丹在边上，他还会那么疯狂吗？吴阳现在1分钱都没有，他拿什么跟林丹生活？他比我们更怕宋志国一去不回。那咱们出去，他们这儿的人连屁都不是。宋志国要出去了，你也狗屁都不是。我有办法让他出不去。吴阳想拿到钱，就得堵在宋志国出去之前。宋志国想踏踏实实上飞机，就得跟吴阳交易。等等，怎么了？拿好引爆器，小心点，看好这孩子。什么意思啊？你忘了，交易还没完成呢。走不了多远就是边境了。你是还要回去是吗？必须得回去。
什么都没有了，忙活这么久，到了那边不能再没钱了。武阳要想拿到钱，就得堵在宋志国消失之前。宋志国想踏踏实实上飞机，就得跟武阳交易。这都是推断，你很清楚。你这是在赌吗？你不也在陪我赌吗？在眼皮子底下，咱们都要控制。月月现在在哪？月月在哪？只有武阳和林丹知道，我们谁都不知道。所以我的恐惧是真实的。武阳没可能不信。可是那边现在很危险啊！可是他们应该想不到，现在我还敢回屠宰场。武阳，放心吧，等我。当时在清水滩，不能活说咱们可以击毙他。难道你不想击毙武阳吗？我他妈时时刻刻都也把人大卸八块，可宋志国怎么办？喂，宋志国，咱们的交易还没完成呢。你在哪里啊？去屠宰场的路上。你疯了吧，武阳？你有神经病啊！我们俩的交易完全可以在境外进行的吧？你跟我一样，出去了还能再回来吗？真出去了，我对你狗屁都不是。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没想怎么样，到屠宰场把交易完成。只要他犯罪，就一定能找到证据。他一走还能回来吗？我们可以申请引渡啊！如果他去的是没有引渡条约的国家呢？我知道这都是被时间卡的。武阳他敢毁掉电脑和硬盘，敢扔掉这600万，就说明这厂房里藏有价值的东西。可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把它找出来。要想让宋志国上不了飞机，唯一的办法就是逼他跟武阳的信息。我们只能赌。月月怎么办？我在想，你往哪想？你告诉我呀！我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杨旭，我他妈是警察呀！可你还是个父亲，我没见过哪个父亲把自己的女儿给扔出去的。当初府兵借人质，你没有情况，他有危险吗？啊！对不起，你说的对，我想过，可当时我没有，因为我是个警察。可你知道我现在的感受吗？我跟你在这守株待兔，抓现行，这是为什么？你知道这是为什么？我不想让案子停下来，我不想想起傅斌已经死了。可我不想月月像傅斌一样，他会理解我的。我知道。走吧。武阳不会比我晚太久，把枪给我。
我一会儿去观察口，那儿比较隐蔽。我已经找好隐蔽位，有人进来我就通知你。你还没跟我说说傅斌的事怎么办？局里想办个仪式，可老爷子不愿意，他想安静一下，就老两口和我。你别担心，至少我和傅斌已经得到他父母的祝福了。这视野不错，他们很会选。你到观察口了？杨雪，伟阳的交给我了，你给我守着宋志国，一来你就跟着他，因为他不是职业罪犯，所以第一反应肯定是跑。你把后路给我堵住了。我有数。来了一个。谁？武阳。他进去了。他进来第一反应就是先把宝贝取出来，然后找个角落等着宋志国。那他得等一会儿。宋志国来之前，肯定会兜几个圈子，看有没有人跟踪他。老姜，什么情况？宋志国不到你家动。杀我！杀我是吧？杀我是吧？我放你走，你来杀我是吧？杀呀！把枪放下。江一成，你玩我？好容易把你盼回来，怎么舍得让你再走呢？好啊，那江月月的命你不要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从一开始我就放弃了。早就跟你说过了，做证人让你活命，可你太贪了。江月月的命你可以不要，刘丽的命你要吗？你不要我就杀了他。那我问问你，然后呢？在牢里待着总比死了强，千万不要放弃。少跟我提什么放不放弃的。做这么多事儿就为了带林丹出去，如果坐牢，对我来说跟死没区别。开枪！杀了他！你炸了我吧，我敢保证，你男朋友回不来了。初中语文辅导练习里有一篇古文，叫《欲擒故纵》，没看过吗？我都知道你们两个中计了，还做梦，傻不傻？
告诉你，这是你最后的机会，好好考虑。少跟我来这套，我知道你要的就不是我。你别激我，我很想杀人。你很想杀人？来，想赌是吧？我赌你不敢开枪，有种就开啊！我数1、2、3，咱们一起开。谁？我说实话。小心！这武阳怎么会跑到这儿来呢？这个情况你应该比我们更清楚吧？老姜，你们警方今天对我说了很多怀疑的话，为什么？宋志国，你到这儿的理由是什么？其实，我来就是想体会一下我们学校的师生被绑架的时候的心情，以检讨一下我们校方在安全方面的工作失误，作为将来工作的警示。那好，你就给我们做一目击证人。老姜，我是不是有权利可以拒绝呢？那我就不打扰你们工作了，好吧？那告辞了。哎呀，太可怕了！哦，对了，我要对你们说声谢谢，你们为我，也为我们学校的师生们主持了正义，谢谢。没错吧？你男朋友完蛋。江月月，你信不信我炸死你？我敢死，你敢炸吗？我警告你啊，你别逼我。特害怕吧？你知道为什么我不害怕你害怕吗？因为我爸爸是警察，你男朋友是罪犯。闭嘴！回去自首吧，坦白从宽，抗拒从严，知不知道？别学你爸爸，叨吧叨吧就剩张破嘴。哎，怎么就叫叨叨叨叨就剩张破嘴啊？我是在跟你讲事实，摆道理。滚！怎么了，老姜？您就这么走了？不走，
我留下来还有意义吗？把火灭了，下车我告诉你。宋德国，您那么谨慎的人，怎么会干出这种傻事儿？老姜，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哦，你想让我帮你请功对吧？没关系，等我回来，我一定会想办法尽量帮你的。您明儿上了那趟班机，您还回得来吗？你说呢？老姜，我今天真的很累了。如果你想和我闲聊的话，出于礼貌，我给你1支烟的时间。江月，我警告你，你要是再敢跟我说“完蛋”2个字，就杀了你！多威风啊！真当自个儿亡命鸳鸯。其实吧，你还真不是个坏人，就是被坏人利用。我从认识武阳的第1天开始，我就知道他是干什么的。那就是你糊涂了。你自己想想，你是不是糊涂？你不是想要未来吗？你跟他能有什么未来啊？就算他没完蛋，就算他跟你跑出来了，还带了很多的钱，有用吗？再多的钱，有再多的钱，你们也是逃犯。等我们出了境，谁会认识我们呀？天知地知，还有你们自个儿知道。你不是想要未来吗？你知道你们的未来有多惨吗？你们得结婚吧，你们得有孩子吧。等你们的孩子长大了，问你们以前是干什么的，你们除了说谎还能说什么？江月也闭嘴吧！我爸会堂堂正正告诉我他是警察，可是你们呢？你们对你们的孩子说什么？你们连句真话都不敢对他们说，这种爹妈当着有劲吗？江月，给我闭嘴！我滚得远远也好滚！滚开！我很想跟你说一下我今天的心情，我特别难受。我作为一个谈判专家，我亲手开枪了。今天，我女儿被人绑架，而现如今还在林丹手里。林丹你知道吧？就那武阳的女朋友。你的遭遇，我只能表示同情。你别，我都不同情我自己。我告诉你，我有1万个方法救我女儿，但是我没有，我舍弃了我女儿。为什么？为了让武阳没有戒备，为了让她重新回到这儿来。你现在说这些，是在自责吗？人都说了，舍不着孩子套不着狼啊。我舍了我女儿，就为了在这儿要逮你们一个现行。哎，我告诉你，你可千万别把我和武阳扯上关系。宋德国，你知道我有多爱我女儿吗？自从他妈死了以后，这孩子就怨恨上我了，整天拿自杀来惩罚我。哎，就今儿早上，我看着他那惨白的脸，我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我什么都不会了。我告诉你，就在我刚才杀武阳的一瞬间，我突然发现我做了一件极其残酷的事情。您这意思要走了？我说过了，我今天很累了。宋德国，我舍了我女儿，我能那么轻易让你走？你以为武阳死了就画了一个句号了？
江一成，我再跟你说一遍，不要把我和武阳扯上关系，明白吗？宋志国，你今儿要敢上这车，把这车轱辘给我挪动1尺，我就算你拒捕。我也告诉你，如果你没有正当的理由就想拘押我的话，我会告到你失业的。那太好了，你别走了，你留下来告我呀。这种小事情，完全可以由我的律师来办。你个小屁孩，你懂什么叫爱呀？我就是爱他，我就是要跟他在一块儿，我们永远在一块儿，永远不分开。我爱我爸，因为他是英雄；你爱他，难道因为他是罪犯吗？我们之所以是罪犯，那也是因为这个世界太不公平了。你们有手有脚干什么不行要当罪犯？你说这话亏不亏心啊？我凭什么跟你说呀？好，那你留着跟你孩子说吧。我还真希望你有个孩子，我倒要看看你怎么说。想好了，别忘了打电话告诉我。江月月，我杀了你！好啊，你杀了我，你杀我，你赶紧杀了我！反正你也已经疯了，是你爱错了人，你能不疯吗？对了，我忘了，您是大人物，人大代表，阳光集团的董事长。您这个阳光集团当初为什么叫这个名儿？能告诉我？我来告诉你吧，为了尽一份责任，你做企业做慈善，开办阳光学校，为了帮助那些聋哑儿童，是为了起到一个社会精英的责任。你当初是做媒起家的，可是，在最能谋取暴利的时候，你改行了。因为几起矿难让你心痛难当，虽然不是因为你而起，但是你自责。现在说这些，你觉得还有意思吗？我是要让你明白，我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，让从前知道你、仰慕你的人，相信你还是有良心的，懂得忏悔的人。喂，方律师啊。喂，你好，我是临滨市公安局江约成，我不管你是方律师还是袁律师，总之宋志国明天上不了那班飞机，你就等着给他辩护吧。
阳精心布下一局，你假装答应徐洪波的勒索条件，让他去银行取出那个移动硬盘。就这当口，武阳带着同伙假装抢劫银行，制造了徐洪波因为偶发事件被打死的假象。你的戏演得很精彩，可惜的是，但是您命不好，你误交损友。您的发小武阳比徐洪波更贪婪，更狠。马上把硬盘毁了，我不要了。别呀，我得亲手交给你。这是我做人的原则。我给你的酬金可是1分都不差的。可那笔钱是杀人的钱，硬盘的钱还没给呢。那个硬盘价值不菲啊。他破解了移动硬盘，摸了你的底，违背行规的把酬金变成了一个天价的赎金。你只能妥协，因为事情闹得太大了，你收不了场，你怕了。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你的想象力太丰富了。都到这份儿上，你紧张还有个屁用啊！我告诉你，武阳为了这趟横财可谓是费尽了心机，包括他女朋友林丹事先应聘成为我女儿的保姆，但是他有一点没想到，或者说是他没有想到我会那么残酷，我会舍去我女儿。让他误以为他得逞，回到这儿来，在这个屠宰场取出他可以逼你交易的宝贝。整个来龙去脉，我应该说得很清楚了吧？武阳没有白死，在我把所有的证据交上去之前，自首吧。你不是一个坏人，只是做了坏事情，别丢掉一个挽回良心的机会。林丹，喂，江元成，我会跟月月一块儿回来，不管武阳是死是活，我都做不了那种人。我知道，会给你减刑，随便吧，你让人来接我们吧。就在我们刚才分开的地方。好，这样吧，你把录音直接交给陆局就好了，我会亲自写报告，为你减刑。好，谢谢你。宋德国，你可以走了。什么意思啊？意思是你不用跟我走了，有人会传唤你的。老姜，我不想这样的，我只是一时的冲动。事情一开始，我就后悔了。我一直在打武阳的电话，可他的电话打不通啊。那这样吧，我也别吃得太狠，啊，我只要1000万。那你等我的电话。好，我等你。我真的不想这样的。我说过，你不是一个坏人。给我一个自首的机会，就当你帮我了。
说能把宋志国炸出来就给炸出来了。可惜武阳没把白范儿弄出来。但宋志国并不是100%的确定这一点。你拦下宋志国，你想做什么？炸他自首。屁都没有怎么着？就凭我这张嘴，我告诉你，除了我女儿，没有我搞不定的。宋志国现在就算回过味儿，想翻供都来不及了，捏着把柄，哪都去不了他。爸爸，月月。你没事吧？啊？没事。没事吧？啊？没事了，姐姐。杨队，刘老师说的没错，东西果然在这儿。那爸爸，你把这个吃了，那再吃一个。嗯。